国际新闻，咱来关心美国的法警对29日执行任务的时，互嫌犯开枪攻击，现场有8个警察拢着枪，其中有4个人不幸过往。开枪的嫌犯嘛当场互警方弹死。另外，警方嘛有抓到2个查某，当时调查因敢是共犯。经过3点钟的对峙，北卡州夏洛特市执法的人员总算伫这间厝的门口埕甲嫌犯弹死。原地有3个警察伫这场枪战当中殉职，即嘛佫传出第4个警察伫送病院了后伤势相当不幸过往，留下伊的看守甲3岁后生。那这个警察才当当选4月份的最佳警察。Just last month, I was in this very room congratulating Officer Ira for becoming Officer of the Month in April. 美国时间29日下晡1点30分左右，美国法警特遣队伫北卡州夏洛特梅克伦堡警方的协助之下，替法院签发了逮捕令，去一间伫夏洛特市的人家厝逮捕一个重罪犯。这个罪犯已经被定罪，而且非法持有武器。不过，执法的警察到迄间人家厝了后，嫌犯用步枪射击，威力真强。双方爆发激烈的枪战，落尾造成4个警察殉职，另外4个警察受伤，内底还佫有几个是法警。落尾警方公布这个嫌犯的名，伊是39岁泰瑞克拉克受死2世，而且警方嘛伫迄间厝内底逮捕另外2个女性，其中一个未成年。警方当地理清这2个人，敢是嘛有甲警方开枪？因为当地居民对这场枪战也是感觉真惊吓。So initially there were about 3 shots, 30 seconds. Then there were 7 shots, 30 more seconds, and then there were like 10 shots. So when we came outside, there were no cops at all. Then cops started rushing in. 北卡州的州长库比已经去夏洛特市听简报，而且准备甲受害者的家属见面，提供协助。美国总统拜登嘛已经甲州长通电话，讲殉职的警察是英雄，嘛甲家属表达哀悼。They lost their lives after they gave us the opportunity to be in a safe place. 这个案件是夏洛特市有记录以来上较严重的枪案。2007年，当地2个警察处理一件家庭纠纷的时阵去互枪杀。也若顶一届有法警伫这起当中殉职，发生伫美国亚利桑那州。公司新闻，景元庆编译。